迎收睇6點半新聞。颱風凡亞比吹襲台灣，最少有40人受傷，近1萬人要疏散。預料凡亞比稍後移離台灣，凌晨喺福建漳州沿海登陸。而本港天文台亦都發出1號戒備信號。先睇下台灣嘅情況。凡亞比朝早8點幾吹抵台灣花蓮，當地狂風暴雨，最高風速每小時超過200公里，貨車同交通燈都被吹翻。多個縣市亦都大風大雨，宜蘭一排10米高嘅鷹架倒冧，阻塞道路，冇人受傷。但喺暴風雨中，仍然有新人堅持如期結婚，新郎更加係冒住大雨由台北嚟到迎娶新娘。蘭嶼海面颳起嘅大浪有5-6米高，隨住凡亞比西移，雨帶下移影響台灣西南部，高雄多處道路嚴重水浸，其中仁武鄉嘅水深及胸。同受水浸影響嘅屏東總雨量超過500毫米，預料山區雨量更加會達到1000毫米。屏東縣聽日繼續停工停課。台東縣太麻里溪水暴漲。舊年88水災中曾經潰塌嘅河堤都再次潰壩。目前全台灣近萬人疏散，一度超過30萬戶停電，當局已經調派2萬幾個士兵，隨時候命救災。喺大陸、福建、浙江同廣東等地都已經做好防風措施。喺浙江，當局人員冒雨到沿海鄉鎮視察魚排加固同漁船回港情況。廣東省政府亦都要求各地除咗要做好疏散居民工作，亦都要準備喺颱風抵達之前防範洪水同山泥傾瀉等災害。無線電視記者阮明珠報導。而天文台下晝就發出1號戒備信號，今晚改發更高警告信號機會唔大，但預計星期3嘅中秋節市民未必可以睇到月亮。本港晏晝天氣仍然唔係咁差，不過天文台就預測受到凡亞比嘅雨帶影響，星期1開始落大雨，星期3就係中秋節啦，月亮未必可以同大家一齊團圓。預料呢就凡亞比咧將會喺聽日日間咧係繼續向西移動啦，係移入呢個廣東嘅內陸嘅，並且係逐漸咧係接近香港嘅。咁所以本港嗰個風力咧，聽日咧應該係會逐漸係增強㗎啦。預料咧喺未來2、3日咧都會係受到呢個凡亞比嘅雨帶影響嘅，咁啊天氣比較差嘅。咁啊包括埋星期3嘅中秋節咧，就都會係有啲狂風驟雨啦，咁雨勢有時頗大嘅。咁所以咧星期3即係中秋節嘅時候咧，就上到呢個機會咧就唔高嘅。至於星期4追月，天氣會好一啲，不過仍然多雲有雨。機場管理局話，截至晏晝4點半，一共有22班來往香港同台灣嘅航班要取消，包括港龍2班來往香港至高雄，中華航空4班來往香港至高雄同埋台北，以及華信航空8班來往香港至台中都要取消。另外，亦都有16班機要延誤。機管局呼籲前往台灣嘅旅客出發前要先向航空公司了解航班最新情況。無線電視記者潘慧琳報導。日本扣押中國漁船船長嘅期限今日